是黑天鹅。哦哟。哦，吃什么？它吃什么？好面包。乱丢东西。哦，鱼这么大只啊！嗯，哇，很大对不对？对。鱼很大只。哎，它是它叫的吗？它不赶快咬会被那个鱼吃掉。这里是六堆客家文化园区的后面的一个人工湖。这里有黑天鹅，有呆头鹅，有白鹭鸶，都非常的social。今天很悠闲，啊，还有很多人还没回去。今天是1月13号，2013年1月13号。哎呦，那个呆头鹅在叫了，我要去追它。呆头鹅在叫了，呆头鹅在叫了。呆头鹅，哎，它上岸了耶！怎么啦？又上来啦？哦。它对性能有兴趣哦。哇，它吃了你的相机了。我的相机有希望了。哇！有。它还定格给你拍了。定格，对。哎，我都没有听到黑天鹅叫哈，只有那个呆头鹅在叫。快没电了。哦。他是对你哦，他刚才对我不会这样哎。Hello。我怎么烧香成这个样子？烧香。他叫太多了，他没有吃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你看，你不能，我就知道他不喜欢你。他刚才他都不会这样对我。他刚都不会对我怎样哎，他就是你就是惹他，这是他地盘呢。